神龍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龍爺爺，我成日手腳凍，瞓得唔好。唔緊要，一煲暖腳水就可以調理體質。首先記實，浸腳水溫唔係越熱越好，最啱就係40度左右，暖但係唔會滾燙。每個人體質唔同，配方都要揀啱，唔可以亂泡，怕凍，手腳冰凍，氣血不通順，就用生薑、艾葉、紅花浸腳。怕熱口乾容易上火，用菊花、金銀花、淡竹葉呢3款清潔草本就啱晒。浸腳時間有講究，細路浸10至15分鐘，大人浸15至20分鐘就最啱。原來浸腳都有咁多學問，唔係隨便浸下就得。係啦，養生貴在適合自己，揀啱水溫、時間、配方，日日暖腳，身體更輕鬆。